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指挥中心宣布，11月7日防疫搁再放零，这确诊者7天过后呢，快台阴性免自主健康管理接触者免隔离，公共场所免强制防体温。中共第20代公布军委名单所安排场由结合活动担任副主席，回出对台湾的军事安排搁再弹劾。台北动物园的这个猫型的团的病情无乐观，兽医安排第2届检查，才来甲专家讨论，看安怎甲治疗。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日增加26336个本土病例，连续5天拢无超过4万例。照这个趋势来甲看，这疫情有渐渐伫稳定。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11月7日开始，这确诊者隔离7天了后，若准是快筛阴性，就唔免搁再进行自主健康管理咯。另外，大做伙接触者也取消隔离，也取消这健身房绕境活动爱注3档疫苗限制，也搁一项就是讲，这公共场所唔免搁再强制放体温啊。让896天了后，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台顶透明假帮总算刷掉，因为新冠本土疫情降低趋势明显。指挥中心宣布，11月7日放零4项防疫规定，包括做伙大接触的人，无论是毋是有做过3剂疫苗，无需要居家隔离。确诊者7天居家照护了后，只要快筛阴性，就当解除自主健康管理。宗教绕境等4大活动取消至3剂令，公共场所也免搁强制量体温。医院像这个住宿型长照机构啊，这些都是可以去考量。好，那还是以这个各场所好去做判断。好，那我们不做强制性的规范。新冠本土疫情连续5天拢4万例以下，而是礼拜一新增加26336例本土病例，中重症有136例，死亡62例，其中上少年死亡病例是30多岁男性，本身有神经系统疾病，10月18破病确诊，2日伫厝内昏去，急救无效死亡。在这个就近的诊所来远端视讯看诊哦，那确诊之后也开立了口服抗病毒药物在家服用。不过很遗憾是说，在这个10月21号的时候被发现在家中昏迷，没有呼吸心跳。另外，顶礼拜 Omicron 新的变异株定数嘛已经出来，本土 BA.5 验出占92%。特别注意的是，境外移入新增加3例 BQ 变种家族，拢是欧美国家入来的，而且欧盟警告 BQ 家族啊，恐惊变做欧洲秋冬天主要流行病毒株。不过，东南亚甲亚洲国家必须都要特别注意 XBB 变异株，因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拢是验出 XBB 变异株较侪，指挥中心会密切注意国外疫情变化。记者综合报道。金管会施行带条件的限空令，今仔日152支飞盘拢禁止放空头，台股早盘随起200点。不过，煞尾这台积电、鸿海也有民邦抢的这股价翻乌，落尾收伫12856点，成交的金额是1775亿。盘面上，红基期受美国顶礼拜5收盘大起，甲金管会宣布有条件限空令。152档个股，2个幅度3.5%以上，今日平盘之下禁止放空，稳定市场信心。台北股市早盘起94点，12913点，开出了后盘中大起超过200点，收复13大关。不过，伫台积电、鸿海面板等股价平乌之下，最后起37.78点，收伫12856.98点，成交金额1775点，01亿。大盘的趋势就是这样子嘛，并不是说因为谁做空，然后股票大跌。只要美国在跌，我们跟你讲，你限空令什么几趴都一样。在全球通货膨胀一直提悬，加上美国短几个月已经升息12码，台股的盘指数为正月初4的关点18619点，大概443大关。那幅度超过30%，虽然国安基金伫7月进场了后，依然挡未掉。经过会顶礼拜各推出限空令，过去台股捌实施过4摆限空令，是伫98年、08年、2015甲2010年，那个加上这一摆就是第5摆。分析师认为，政策后续力头有偌强，依然爱个观察。多少对于空方的力道有一些限制。但是整个大盘的整个的主轴，还有它的格局，还是要回头去看美股。
啊。你知道，如果美股持续反弹，我想对于整个大盘这个反弹的力道有更大的一个推升的一个作用。由中共20大结束了后，石家军全面掌控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也和香港股市早盘大盘开出，指数开低走低，收盘是重盘1005点，恒生指数收伫15196点，66点26%。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两岸的情势，这中共20大军委的人数已经公布啊，这寡人拢含是军兵有牵连，其中72岁张又杰超过年龄，阁叫互留落来。另外一位是东部战区出身，捌主导过8月对台军演的何伟东，伊爬了真紧，遂升到副主席。这款的人数安排是完完全全袂输时刻替台湾伫咧设想的。这款的做法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敢会变更较紧来发生呢？咱的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这名单会当看出讲对台湾的打压，强军也已经伫咧传，但这边国军的人数也做咧做调整。中共20大军会人数出来，除了习近平、温习主席，委员是大部分活人。72岁张又杰拍破这项被下规定，留任副主席。新任的何伟东出身东部战区，有实战经验。4名委员李尚浩加刘进烈是新任，苗华、张成明继续留任，拢是石家军。国防部长邱国正分析，名单看得出对台会更加强硬，成员拢是经过基层历练起来。年会也加，中共是有准备，国军人数也调整。我们从人事方面，我们也在调，但不是针对他，你怎么调我就怎么变。我讲都是国防政策都有一定的脉络的我们还是要很稳扎稳打的去做工作。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东部战区司令员何伟东。副主席何伟东上受注意，因为伊捌做东部战区司令，今年1月升任直属习近平的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8月强军对台发动的围岛军演，都是由伊主导。另外一个委员苗华也出身福建，两人拢涉台背景，兼指台湾的意味真高。这一些懂台海、懂周遭的这一些过去在南京军区服务过的将领，未来的话，不敢说他一定是要打台湾，但是他至少他了解这一些事物，他有这一些经历、这些经验，这些经验会去帮助他在下决策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一个容易，或者是更加的一个清晰。蔡奇呢，对于整个清除这个低端人口、维持这个北京的这个社会稳定的部分，他强力的这个执行。另外，政治局常委也拢是石家军。国有分析，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就是因为管替习近平指令清除低端人口。蔡奇2011年担任浙江省委常委的时阵，嘛访问台湾，甲台湾有恩怨。记者综合报道。中共20大结束了后，这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搁再连任，进入到第3届任期。立委也伫咧关心讲，这两岸伫1年来发生战争的几率。公安局今仔日表示，无排除中国是为着要转移内部压力，会采用战争逼台湾统一的策略。有学者认为讲，中共20大了后，人数变动是真大，这美国、中国可能会因为台湾议题发生更较侪冲突。23创领新的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记者会出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连任，进入第3任期。两岸未来局势引起关注。国民党立委关心中国在1年来拍台湾的几率。公安局讲，中国无排除为了转移内部的压力，出现以武力逼统一的现象。在四通桥事件，一些社会的这个控制上面已经出现了一些破口。我们不排除他为了转移这个内部的某些压力，去做以战这个逼统逼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策略。但政府分析，中共政治局常委新的名单无女性，嘛拍破7张8路的规则。干来看政治忠诚度，名单偏向习近平之间新军的成员，尤其甲反台独列入去党章内底。中共可能对台湾的行动，国安局拢会密切观察。学者分析，中共对台湾统一并无时间表，不过促进统一的大方向会分阶段进行，而且减少美国介入。20大了后，对台湾的行动展现无同款的面貌。台湾议题嘛，成做美中竞争的焦点。20大以后对台政策这方面两岸的问题要由中国人来解决嘛，所以它会减少美国参与的这个力道。大陆未来5年呢，这种加快加大对台统一的这个作为，或者是美国呢持续的来提升跟台湾的政治跟军事上的关系呢，
这双方呢都会产生这个进一步的竞争。王高成认为讲，中国主管要是想要甲美国和平共存，不过美中伫咧人权、经贸、科技的限制、甲军事立场有真侪无共款的所在，美中可能会继续维持袂拆破面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日早起接见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联合访问团。蔡总统表示，这届大会是边境解封了后，伫台湾举办的民主盛会，会当继续来推动民主国家的团结合作，和全世界民主发展更较坚强、更较有力。蔡总统也指派副总统赖清德，伫11月初1要出访友邦帛琉，深化两国连结，并观光也会当继续来深化合作。军头部小组代替握手，蔡英文总统二时接见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联合访问团。致辞的时阵也提起，这届大会是边境解封了后，伫台湾举行的民主盛会，会当继续推动民主国家的团结合作，和全球的民主发展更加坚实有力。这就是再次明确揭示，只要当民主国家团结一致，产生更强大的结盟力量，才能够有效反制威权政权带来的各项挑战。We recognize that this is a young democracy, which emerged after nearly 4 decades of martial law. Members of our family are proud to have given support to that successful transition. And despite continu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this is not a place where democracy is in peril. 第11届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头一届伫台湾举行，蔡总统25要伫开幕式致辞，到时阵几10个国家的民主倡议者加专家会来台湾，分享建立有韧性的民主制度。另外，蔡总统也指派副总统赖清德11月初1至初3到帛琉访问，并后疫情时代持续深化台帛观光合作甲交流。国际跟国内的政经局势瞬息万变，总统必须留在台湾，维持国政的运作顺畅，并且应对区域及全球局势的各项挑战。蔡总统特别指派赖清德副总统于11月1号到3号访问帛琉。张敦涵表示，蔡总统这届予伊3项目标，分别是深化台帛连结、并观光，也甲持续深化合作。为11月16开始，台湾也会重开台帛定期航班，两国人民会当过互相访问甲交流。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台北市长的选战，根据着中共也个盖普洛公司所公布上届新的民调，讲这国民党的蒋万安支持度是29.67%，目前是排在第1名。也那这民进党陈时中是22.13%排第2，不党籍的黄珊珊是17.42%。针对着这民调，那立拢表示，这拢是参考的资料，因会继续拍拼。我不怕，无所畏惧，你们来，冲着我来！首都选前，拿着共同焦点放伫疫苗采购前期，蒋万安进前写出 BNT 甲卫福部互相保密协议的部分内容，立院立委批评安尼做法是违法违法犯法，提出临时提案，要求重启疫苗采购调查小组，谴责蒋万安。你要针对我一个人，结果用临时提案说我违法，我告诉你，我不会妥协，我不会退缩。不要说遮掉2/3，还有1/3是露出来的。那1/3就包含了我讲的那个价格，他一直要叫我讲，我说在保密上面我不宜讲，那他觉得他应该不应该讲，用胡说八道这种话来带过去，只能显露出他是恼羞成怒了哈。对中企疫苗调查小组提案经过朝野协商，决定无要处理。针对蒋万安批评2/3资料拢被抹黑，只有陈时中知疫苗绩效，陈时中也强烈反击。特别是选前竞争激烈，根据中共甲介入后公司公布上新民调，国民党蒋万安支持度29.67%排头前，民进党陈时中27.13%第2，无党籍候选人黄珊珊17.42%。中共党市长赵少康认为，弃蓝保黄是绝对无可能代志。不谈弃保，不谈这些口水，我希望还是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候选人自己的表现。另外，各界也关心最近是不是水门案 SOP 证据冲击黄珊珊支持度。黄珊珊强调，水门案重点是伫自信不完整，也有连结爱做更加确实，互市民更加知影市府作业定数未受到侵害较重要。记者综合报道。
伫新北市三峡的位在大东路有一个社区昨下晡发生爆炸事件，造成5个民众受伤。监视警员调查了后，确定这爆炸地点就是4楼嫌犯伫4楼的一间细间仓库内面。这内面呢有介侪手枪，也阁真侪炮啊，甚至阁有烟雾弹，会依照公共危险罪来解办理。社区现场1楼送柜涂骹的物件，监视人员真细日行过，进入爆炸现场勘查，确认爆炸点是伫4楼，一个厝外独立的涂装室，涂装室的铁门下骹由内向外崩溃，现场发现真侪炮啊、烟雾弹等危险物品，也甲2支模拟枪、2支空气枪。经过勘验调查发现这些黄色粉末其实不是火药成分，是烟雾弹的燃烧之后的粉末。警方伫室外花圃发现好亲像改造的枪击机，研判是爆炸的时阵弹出来。不过伫现场无查到任何改造的工具。这个涂装室是4楼的伤者下，警方调查伊较早有使用炮啊、玩具枪这物件做偷笑的记录。刘男目前伤势较为严重，全案还要等刘男清醒后才能进一步厘清。目前全案朝刑法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报请新北地检指挥侦办。爆炸案发生迄当时，惊人的声音，户住户拢喘一个，几条户人拢受影响。除了阳台铁窗啊，规个弹甲飞落来，家用品嘛散规涂骹。目前除了当时人伫个涂装室现场4楼的查甫人2度受伤，也搁伫插管治疗以外，其他4个受伤的人拢是轻伤。检警要听候4楼的查甫人精神了后，进一步查清楚案情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政府为着要改善这台湾交流道会塞车的问题，伫中山高永康路段边啊增加奥多巴的车道。不过，顶礼拜6日，这包厢伫拆挡土墙的时阵，煞甲隔壁人家厝的地基挖掉，害人这人家厝的壁面规个拢裂开，规间厝也拢变形。民意代表表示讲呢，这包厢是为着要省工省钱，无先顶这个钢板。也这台南市工务局也讲，损害部分的要求包厢。就爱打起责任。土石放几大片，地基边仔规个松去，门头前的路嘛无去啊。厝内敢若外壁，导真侪所在被碰，无想是地动造成的。这是伫台南永康高速2街边仔这栋民家，2日下晡熊熊摇顶动规个崩塌，住户想要走，却因为铁门变形，无法度出来当场惊甲哭。工人自己讲了，他们也是先跑第一，等到已经没什么动的时候，才听到我在叫，才来拿锯子把大门的那个栓给我锯掉，才跑出来的。哎呀，真的是很恐怖的，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差点就死在里面。住户心肝也阁担担，事关原因是台南市政府为了改善台湾交流道塞车问题，伫中山高速公路永康路段边啊增加机车道。民意代表这支包厢方便做代志，无做挖厝提鉴定，4天前嘛无先钉铁条啊。林王鉴定下去，他一定要评估这个地方会有危险性，必须要做钢板桩。钢板桩做了，再怎么样，不可能是整个倒塌的，顶多是龟裂。包厢是讲有做挖厝提鉴定，不过双方讲法无共，住户厝破甲无法度大，包厢答应要负责到底，已经撤离一个伙3人先做安置。就是先把下面加固好，然后把上面的也是屋顶加固好，然后拆掉，然后到时候等它安全性好，下面也是要先做上去，然后再处理上面。面对包厢的消息，工务局是讲挡土墙差不多要半个月后完工，会入去厝内确认损害状况，由包厢承担全部修理的责任，相关清刷修理费用也要求包厢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友邦海地长期互武装帮派占领上界大的燃料进口站一寡所在，所以因变做是全国性的治安动乱。日本外务省则表示，因为海地安全甲人道的情形恶化，日本已经先把这当地大使馆暂时关起来了。美国和加拿大也拢宣布讲，15个运送装甲车等等的为安装备去到海地协助，来帮助这海地维持治安，和因国内的传染病卫生危机。不过，美国已经表示讲无要派兵入去啊。咱的外交部甲驻海地大使馆也拢启动紧急应变计划，和当地侨民保持联络，并且发布旅游警示。而且也要拍算讲，提供予这海地国家警察防弹架啊，一寡防护设备，会基年底送到位。日本这部分是甲因当地大使馆先关起来，也提醒民众爱赶紧离开。
英国首相特拉斯20宣布要辞职落台，前首相强森本底是想要阁出来选，不过23刷雄雄宣布讲，这斗伊未来争取保守党党魁的选举。进前加特拉斯竞选选书的前财部大官苏纳克，这回是要甲拼一届。目前已经有177位的议员甲支持，也是目前唯一一位有通过100名议员支持的参选者。若准保以外，伊就是未来新首相。英国的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将会成为英国新首相，也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印度的首相。对于前首相强生退出选举，苏纳克向伊致敬，表示将会永远感谢伊伫咧新冠病毒疫情，也个俄战争时期的付出。苏纳克提到要竞选党魁所需要的100位下议院议员支持的条件，伊竞选团队一位消息来源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伊并无认为所有的代志拢是理所当然。苏纳克23宣布要参选，迄当阵伊伫社群媒体有大文讲，英国是一个伟大国家，但是咱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诚做保守党的党魁，也有恁的后一任首相的原因。苏纳克伫咧9月初保守党党魁选举时阵赐予特拉斯，因为特拉斯上任才45天，就因为检视政策不当引起民怨，过来通膨一直欠悬等经济原因而辞职。苏纳克伫咧强生做首相时阵是做财政大臣，也毋过要苏纳克辞职，也是必须强生下台的原因之一。自从特拉斯辞职了，就传讲强生可能会要搁选。强生伊本人本来也搁伫咧加勒比海度假，也提早结束返来英国。加苏纳克也搁共款宣布要参选的下议院领袖莫登特见面谈了真久，伊讲伊已经摕到102位议员的支持，不过其实这个人57位公开表态。强生讲伊相信伊会当再一遍赢到选举，但是要伊认为这不是正确的代志，即嘛时机唔对，也答应讲会支持任何摕到最后成功的人。因若莫登特上班伫咧24下到2点，就要摕到100位下议院议员的支持，不过即嘛离这个数目也有一段距离。若是这个人一位候选人摕到100位议员的支持，就会当当选，无需要搁经过党员线顶投票。共党的领袖史塔莫尔讲，不管啥人就任，新政府拢爱负责甲即卖局面处理好势。公司新闻黄伟明报道。中共20大闭幕了后，这中国也发表了第3季的经济数据。7月到9月，中国 GDP 成长率是3.9%，无到中国官方进程所预测5.5%。有这分析师认为讲，严格的清零政策、大规模封城是经济扯落去的主要原因，也影响到因的失业率。这官方公布城镇失业率大约是5.5%，不过这内面呢，16岁到24岁失业率却是17.9%。20大闭幕了后，北京小可放任防疫管制，多毕业无偌久的电小姐无用坐捷运4界面试找头路，不过到前8份的努力，却只有10外面试的机会。为头路一个月薪水1万块人民币左右。在北京安尼大都市，跟人算普通，总有几千人要来找这个头路。参加秋招、春招的毕业生，就是发了一些面试的经历啊，或者是比较惨的那个没有到手 offer 的那种情况。其实也大概知道是这么一个行情的，确实是比较难。毕竟数据不会说假话，就是失业率确实摆在那儿。中国9月调查显示，都市地区平均失业率是5.5%，是10月以来上悬纪录。其中高中到大专毕业学历，也就是16岁到24岁，这年会前失业率高达17.9%。失业率会悬是因为经济走势无好。中国官方事前预估，7月到9月第3季 GDP 成长目标是5.5%，不过不知报告无成功，连时的关卡拢失守。实际调查出来数据是3.9%。There being, over 70 cities now covering 300 million people with some degree of lockdown in place. Naturally, in that circumstance, there will be some downside risks to activity, especially the service sector, but also on the investment front with sentiment remaining so weak,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清零政策之下，严格封城管制，互经济活动变慢，全球性的困境慢慢得到疏解，固定资产投资也慢慢有起色。不过，数据面的民间消费甚至房地产，却是永远拢无好。
分析师有讲，中国经济爱正是有回升，爱等到2023年才有可能。公司新闻时间前朋友。非洲的第一关山吉利马扎罗山，顶礼拜五发生野火，这大风和火势变更较旺。当地政府虽派出300人抢救，也讲这野火是人为造成的。另外，伫墨西哥去互飓风罗斯林吞踏，当地风雨是真大，毋但安尼死，也有水崩山。目前已经有2个人死亡。大火甲乌烟是一直冲出来。东非国家坦尚尼亚境内吉利马扎罗山，顶礼拜五暗时发生森林大火，火位山区南边海拔差不多4000公尺的所在，一个登山者营区附近开始咧炭，加上透风的关系，火是真紧就炭开。Lakini chanzo cha moto bado hatujafahamu, lakini kimsingi tu lazima moto huu utakuwa umeanzishwa na binadamu, aidha walina asali au hawa majangili ambao wanatafuta wanyama。当地政府动员超过300个人，希望赶紧把火势控制落来。吉利马扎罗山是非洲第一高峰，海拔有5895公尺，山顶有真侪强要灭绝的动物。虽然目前无传出人员伤亡，不过当局嘛无确定这届大火算长的面积有偌宽。这粒山顶边爆发大规模森林大火，已经是2年前的代志。迄当阵火是烧1礼拜，每100平方公里的土地总共有去。也若伫美洲的墨西哥，是受到飓风罗斯林的侵袭。罗斯林23以3级飓风的威力，为墨西哥西部的海岸登陆。伫太平洋沿海地区，风雨是算强，还佫地势严重的水崩山。罗斯林飓风扫过的所在，车路积水积甲袂输一条溪共款，山区的树仔断去，叶仔嘛落甲规涂骹，甚至有几只大货车掉伫咧土内底袂顶袂动。真有名度假的风景区，我拉塔港的街仔路是规个路苍苍。Y pues yo vivo cerca de ahí y vi cómo se salió el río por la calle en donde yo vivo y pues sí estuvo muy feo eso。加在沿海居民伫飓风登陆进前都紧急撤离，不过也是有2个人不幸伫风灾当中过恶。当地政府因为烦恼飓风引起的海涌还阁真大，目前也是持续禁止民众去海沙坡仔，以免发生危险的代志。公司新闻邱婉婷编译。来看台北市立动物园18岁大鸟熊团团，伊的病情是无啥乐观。8月底因为羊熊去互发现讲伊的脑部出现病变，10月中国出现这后骹无力、食袂落去、拢倒的情形。这动物园的兽医安排团团伫2日接受第2届的 MRI 相关检查，会根据检查的结果，甲这个专家进行讨论，看要安怎治疗。敢来当天气倒咧慢慢步得休啊！8月底因为羊群互人发现脑部病变，大鸟熊团团为10月16开始出现后骹无力、食袂落，逐工得休啊食的量甲排便量活动力拢降低。台北市动物园阁安排去台大附设动物病院接受脑部自诊造影 MRI 的检查，检查差不多3点钟。为了减少麻醉风险，兽医师专程协助麻醉监控。相对的食欲、精神目前是维持一个低度的平衡。那这部分我们会认为还有进一步的需要检查的一个必要。动物园表示，团团的病况较特别，参考较早世界各国饲养经验，拢无类似的病例当参考，所以对检查结果爱阁会同专家进一步讨论。目前敢来当互医支持疗法，为日常饲料加蛋白质、维生素 E 加米群、补体素等，阁增加饲水的次数。不过观察团团的体重、食食量，拢比高月份明显减少。现在进食量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些支持的药物，让他精神状况会稳一点。10月22号的一个检查，目前其实是取得初步的影像，那也把这样的影像分享给各个专家去帮忙协助判读。保育员观察团团目前倒的时间较济，研判是坐得无爽快，因为病况无较好，若是阁恶化，是毋是会有人道考量？动物园是讲确实有评估过，不过也未到安尼做的时阵。记者综合报道。马来西亚生出来查甫大学生来到台湾读册，却去互害死。经过这法医的鉴定，死者是因为无气来死去，而且伊的身躯佫检出药物的反应，颔棍的骨头也必损，可能是去互人揢药啊，互伊唔知人，才有无法度反抗，落尾来解吹死。警方也当咧找出其他的证据，希望互这案件佫较清楚。杀人就是错，请台湾政府还我一个公道。
老爸失去查某囝来台处理后事，情绪真激动，因为查某囝到台湾读册，所伫毕业进程有害。地方警戒护之下，检出警车，伊就是涉嫌杀害马来西亚生出来女大学生的姓陈查甫人。初步调查，那疑似失控杀害被害人。姓陈查甫人一开始辩讲是因为对方拜托伊才动手协助轻生，后来佫解释发生金钱纠纷，生气之下失手提枕头将人挟死。虽然犯案动机爱搁调查，毋过姓陈查甫人涉嫌杀人已经互法院羁押。检方受验了后，经过法医鉴定，生出来女大学生死因也出来了。确实有药物的反应，我们会针对这个死者平时用药情形来着手调查，并且也会加速的来处理相关的，包括数位鉴识的基证，那以及现场采证的部分。根据鉴定报告，检方初步判定，死者是因为未喘气身亡，是毋是姓陈查甫人用枕头挟死，还佫调查，因为伊体内佫验出药物反应，颔棍的骨头也离开，是毋是透过药物互伊失去意识，无法度抵抗，也是电伊颔棍将人电死。检方也透过更较侪事证，了解案件真相。记者综合报道。第57届电视金钟奖戏剧类的颁奖典礼，柯尚德和范晓萱做伙创作的歌剧《I Promise》是用良心结识主题曲的主角，摕到这届主题歌曲奖。今麦说表出讲，这首歌可能毋是为着这戏出所写的，也无符合这报名资格。文化部长李永德格来表示，目前有请评审委员会鉴定了解，若种违反报名规定，会取消资格。我觉得入围就是被自己被丢到摸彩箱，那现在就是奖券摸出来了。金家庭柯尚德欢喜上台赢金钟主题歌曲奖，毋过煞表出资格争议，因为这首歌早伫去年就被当作大甲妈祖绕境活动的开幕曲，毋是为大剧良心结识打造的新歌曲。文化部长李永德在留言备询时表示，目前交由评审委员会来鉴定。现在正在调查了解当中了哈，那么把调查的资料会交还给这个评审委员会哈，再去做再一次鉴定。啊，如果有这个违反报名的资格的规定的话，那么可能会取消他的资格了。那调查了确定违反报名规定，李永德强调会取消得奖资格，是毋是由第2名来报起哩，还佫由评审委员会决定。相信伫2礼拜内就结果。良心结识的报名单位表示，报名时阵拢有讲歌曲背景，依照报名规章作业。柯尚德本人23日面册回应，报名奖限公司会统一说明。因为外界也关心文化部推动的艺放权转型规划，目前初步规划要互满18岁青年差不多71.7万人，每人领青字，用范围包含电影册店。刚刚有提到说1200块了，已经谈了大概有快1年了，几家已经有承诺。李永德表示，艺放权转型是参考意大利甲法国规划透过2厅院 OpenText 系统，补助18岁青年一人青字。政府编2亿预算，民间募集一项，希望少年人欣赏展现培养文化艺术的观众和人才。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先生缘主人福，咱来看一个案例。有一个阿伯已经是81岁，一个姓欧的阿伯，去年因为6月去感染到武汉肺炎确诊，带入去监护病房，甚至爱甲伊插管治疗。真无简单，会当变用这呼吸器的时阵呢，所来验出伊身躯顶有直肠癌，加在有提早发现，伊住院住160多天，总算会当出院啊。81岁姓欧的老阿伯，牙乖啊慢慢行去台前，接受大家对伊的祝福。去年伊捌因为新冠肺炎，搁加急性呼吸困难的镜头，根本无法度落床，规条街为鬼门关前救倒转来。很开心，我都下来，那个走廊。就是走路。讲话中气十足的欧阿伯，看袂出来，去年6月，捌因为新冠肺炎合并急性呼吸困难，带入去监护病房。伊急诊的时阵，也捌因为气喘袂起来，爱插管治疗，伫负压病房照顾。经过肺炎重症的治疗，几条街有性命危险，只无简单病情稳定，唔免用呼吸器。却阁发现直肠原位癌，切除治疗了后，伫去年12月才培讲，拢总带伊162天治好出院。医疗
疗团队是讲，欧阿伯治好的关键就是使用头盔式通气疗法，可以及早的拔管、及早的气切，然后脱离呼吸器，然后接上这个所谓的非侵袭性呼吸器。医师表示，这种头盔式通气疗法甲传统侵入性呼吸疗法无同，未伫治疗的过程增加喙烂手去碰到的感染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边境解除封锁了后，也期待咱台湾的各行各业会当愈来愈好。主计总处今日公布9月失业率是3.66%，比8月是降0.13个百分点，是这5个月以来上届低数字。虽然劳动部上届新的统计发现讲，国内实行无薪假的人数有原有16225人。比顶一期增加1197个人，不过掠3个月共时间的数据来看，是有伫咧下降的。你好，请问要到哪里？并未响袂线，无人双手无停过，有人多挂电话，马上搁接起来。国境全面解封，民众赶紧要出国佚佗。有旅行业者为10月13边境解封到即马，海外旅游业者提悬将近5成，人力需求也对咧增加。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量能，所以在业务的部分呢，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好，那虽然原2019年的人力都到位了，但我们是希望说，因应这个市场的需求，业务的会再增加。新冠疫情等候解封上期后，进入慢慢回补。主计总处公布，9月失业率3.66%，比8月下降0.13个百分点，创5个月新低。主要是部分毕业生陆续找到头路，和9月失业率回降。工作场所业务缩减，或者是因为休困失业者也慢慢减少。10月份开始有一些边境的解封的商机，那所以在预期相关的服务业的人力需求应该可以获得扩增。不过，为劳动部公布上新减班休困，也就是无薪假的统计所发现，人数依然有16252人，比顶一期增加1197人。劳动部讲，主要是旅行社依然咧放无薪假，不过为近3个月同期数据观察，整体是慢慢下降。那目前的话，那一定是牵涉到机位的问题。那机位还没有完全恢复，在这个情况下，可能目前进入市场的商品还是相对的是有限，但是呢，它是逐渐会往恢复的方向来走。特点来自市场经济的时阵，经济部也发布9月批发小卖营收统计，其中批发业小卖甲餐饮营收拢创6年同月新高。经济部表示，今仔8月就疫情陆续登场，秋冬换季需求、国庆连假的食饭甲出佚佗的商机，边境管制慢慢放零，对提悬消费动能拢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咱台湾已经解除这边境的封锁啊，不过外国旅客却无大增加。国内就一部分的饭店业者，有关是锁定咱国内的旅客。就学者分析讲，这国际旅游拢会出现拖慢现象。这市场若准生意要变较好，可能要等到圣诞节、元旦，甚至是旧历的过年。毋是休困日，饭店是冷冷清清。伫大园区，离机场驶车免20分钟的桃园喜来登酒店。伫开放边境，无做防疫旅馆了后，主要做商务客，甲一半暝或者是透早的飞行机，要出入境旅客的行李。目前呢，出国的游客其实蛮多的，所以饭店有推出早班机专案，会含接驳。那另外呢，在出差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的商务客呢也比以前多了。伫桃园中立的南方庄园，伫疫情之前有部分香港甲澳门的亲子旅客来这订房间佚佗，不过目前中央的政策，香港、澳门的观光客也无批准入境，加减表示会受到影响。目前主要是锁定国内旅游的旅客。在未来的话，以及现在我们都是会先以国内的旅客为主，那也希望说在之后呢，全面解封的时候，我们一样会有港澳的旅客可以回流过来。根据移民署国境大队统计资料，伫开放边境进前，10月初1至12，桃园机场平均每一天出境的有5878个人，入境的有5148个人。开放了后，13至23为止，平均一天出境是7528个人，增加要3成。因若入境的是10128个人，虽然是增加要1倍，不过对国内观光业来讲，也是完全无够。最容易进来的，当然逻辑上是香港，但是现在还有一些限制存在，所以国际观光客要马上能进来，能够看到实际上的效果，大概要2-3个月左右的时间。学者表示，境外旅客并无一个手大增加，入境观光回稳的速度慢，主要是因为国际旅游需要时间准备，会有延迟性。再加上伫疫情期间，
关系外国确诊医疗甲回国等等的代志，大部分的人还阁伫观察，或者嘛预测圣诞节、元旦，还阁有新正的时阵，市场才会有较大幅度的成长。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少年人初初出社会，钱无讲趁真侪，还阁伫咧社会当中真侪弱势。这社会主体会当帮助一寡人起飞。这彰化县头一座的社会主体今仔日举行动土典礼，由内政部国家主导中心开10亿9千万，要起275户。这200多户呢，敢若是要税人无要卖人的主体，一个月租金差不多都是7000块到18000块左右。这地点伫咧彰化市区内面，按算2015年会当完工。彰化市学士街甲德和路口这片空地啊，挖进彰化师范大厦甲工业区，40月环境有较安静。内政部国家主导中心计划用10.9亿，伫遮兴建275户，敢若要租无要卖的社会主体。而是举行开工典礼，一定3年后完工，民众听到消息反应拢无共。如果说国家出的，然后又有保障，房租也可以的话，当然就是选择比较有保障的啦。我是比较倾向，因为买房子你贷款贷久了还是自己的啊，你租房子租久了，到时候还是别人的啊。我是比较倾向这个观念啦。中央推动2届社会主体，这个社会主体叫做学士安基，是彰化第一座社会主体，有0.5公顷，规划地上10站，地下2站，有1至3房3种房型，租金要拍8折。每个月要租7000至18000，不过实际租金会依照完工的时阵市价会搁做调整。社会主体内底有日间照顾甲托婴中心，搁保留3%的户数予警消人员，5%要予在地民众优先申请。警消我们至少都会保留3%的户数啦。那当地民众5%左右会是一个保留的数量。县政府真赞成，讲会配合中央，目前搁找到鹿港甲溪湖的用地，提供国家主导中心规划社会主体。县政府要全力推撒新港青年主体。县政府自己也盘了我们自己的土地来盖我们的青年住宅。那第一批青年住宅会是在深港，总共会分成3区。那它的这个间数大概会在600间左右。中央预定要伫彰化起2487户社会主体，不过比起6都已经有2.2万户完工社会主体来讲，差真济。内政部呼吁县政府开放包租代管的社会主体，会当及时机动满足民众住房的需求，预算由中央专业支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的东山唔有赢佛祖，另外因在地农产品林景也是真出名。这在地少年农民就用冷冷的传奇故事和在地土窑设计出会当互游客会当体验活动。伊也用传统的古纸工艺做出一杯灵，要来推广林景产业，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即马寒人就要到啊，福肉是食补真接用到的食材。台南东山的林景寒肉是真出名。用白灶这种古法和冷景的方式，更加是在地文化资产。在地青年农民林小峰为着要推广冷景甲白灶的文化，伊甲冷景甲民间故事结合，规划一个合作冷景勇者团杀的活动。当初就是在民间故事里面，就是有一个恶龙，然后跟一个勇者叫桂圆的人，用这2个意象来跟这一次的活动做结合。那现在我们在做的就是扶一只恶龙的意象，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土窑地景里面做一个呈现。为了呈现这个活动的主角恶灵的意象，团队办工作坊，邀请古早工艺陈文岩老师来指导学员。因先用铁线把灵的骨架做出来，利用传统的古纸把灵的形体豆豆捏出来。因要用趣味的故事，带大家做伙了解灵景产业的生态。龙岩产业它是一个几百年来的产业，但是大家只会吃龙眼干，但是不知道，甚至还不会分辨。所以我们就想，那就把这种传统的龙眼产业用新的风貌吸引大家走进它的产地去认识它。对，就是刚好把传统工艺跟地景做结合，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个活动。团队表示，目前恶灵整体结构已经完成，接下来会测试甲收尾，而且会伫南溪里土窑巷的白灶寮举办实体游戏的活动，希望带领民众做伙体验白灶的文化，嘛支持咱台湾在地冷景产业。记者综合报道。
人讲活动，若准备活就爱叮当，来带观众朋友看一个灯会秀的秘诀。台湾各地头有真侪老人活动中心，大部分的学员拢是一寡阿婶也个妈妈。不过这阿公阿伯却是真合得来。屏东的乐龄学习示范中心为特别吸引到男性的时代来参加。最近有开一个木工的课程，写真侪对少年时代就对木工真有兴趣的老大人爱学。桌顶有真侪项插头的商品，功夫拢真有路。最近屏东的乐龄学习示范中心开木工的课程，要互时代来参加。来的人真侪拢是男性，有人来这做义娘，有人是认真要做师，也有人讲自少年就真有兴趣，可惜是无时间，佮无才调。即马有课程会使参加，时代是真欢喜。希望说来这边学习一些东西，结果来看的时候，老师非常给我们有丰富的一些工艺的技巧，让我们在实际在学习之后，可以做在我们生活上的很实用。因为我对这个木工这一个区块很有兴趣，那早期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没有办法接触这一个区块，因为第一个它工具太多，然后你要自己去买工具，要花很多的钱。然后现在刚好有这个课程呢，我很喜欢。主办单位最近开课，予时代来学工艺，不过因为手工、插花等等的课开较济，查某学生的比例就比查甫搁较济。这届是为着鼓励查甫人来这上课，就推出木工的课，也有影增加男性的参加意愿。是希望说，经由这样的一个课程，可以帮助那些中高龄的，他可以有一个记忆，然后呢，在之后，比如说在文创市集，或者是说在一些活动里面，然后他们也可以透过这些的成品，可以让他有在就业的一个机会。透过8个礼拜的木工课程，希望学员会使愈做愈熟手，做到出师，甚至做出会使卖作品，互因也会使做外路啊加趁钱，培养出另外一款专长。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抢救病人，拢爱把握这黄金时间，医疗人员也变做是下晡天会种地咯。讲到这极端气候造成灾害是愈来愈接发生，为着要让偏乡的病人会当伫咧第一时间接受到治疗，英国甲电影《更天人》内面会出现的飞行喷射装备应用伫咧医疗顶头。最近这英国的医护人员正咧接受飞行训练，望讲未来会当提供偏医疗直升机更较有效率的救援行动。穿喷射飞行衫伫咧天顶飞，英国的资深医疗组织大北区空中救护服务的医疗人员，正伫咧英格兰北部较好的坎布里亚山区进行9天的飞行衫操作训练，希望以后伫咧天气歹时阵，会当正紧就到偏远地区的救援现场。And it's a really key day today to be able to do that in the difficult rain, wind conditions, because obviously in Cumbria it rains and it's windy a lot. So yeah, it went really, really well. 这款医护人员穿的喷射衫是英国航太科技公司动力工业所制作。这间公司自2017年开始研发喷射衫，这种上新的3D 列印版的喷射衫，两支手拢有2个正细粒的喷射引领，牌影顶头还有一个。伫咧飞的时阵，上悬的时速会当到136公里，高度会当到3650公尺。不过为了安全是袂飞较紧，但是也是能比直升机更加紧到事发现场提供协助。You're not taking them to hospital. You're getting alongside them to sort out blood loss, a breathing problem, manage pain, and triage that patient. And our ability to get over any terrain in almost any weather and get alongside that casualty, often faster than a helicopter or on foot, that's turned out to be super valuable. It's a very stable piece of equipment, and you can counter it and manoeuvre it and manage it quite safely. 除了医疗救援，这间公司也甲军方的特种部队合作。今年9月，北伫咧纽约港，甲英国的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责任进行海上的飞行测试。And in those circumstances, it's all about moving those soldiers over any terrain within a few mile radius, within 15 seconds of notice, and putting them into a position where maybe they can set up an observation post, they can conduct raiding or sabotage, or in the maritime environment, they can actually get on board a ship to secure maybe a hostage situation, for instance. 大北区空中救护服务组织所穿的喷射衫，即马一束的价销是44万美金，换算代票是1411万。希望以后喷射衫更加普及了，会当替偏远地区受伤的民众提供快速有效的救治服务。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辑。
讲到土耳其，最近有真侪医生离开因的国家，今年要到2000名医生打算出国去找头路。主要原因是这土耳其看诊的时间上过长，薪水也真低，而且通货膨胀增加因生活成本，甚至也有发生这社会事件，就是这病人家属枪杀医生的代志，或者医生无想要点伫土耳其。38岁无关系老病的土耳其医生梅苏特，咧学德国话，伊打算无偌久就死病院的头路，明年带全家大细到德国另外找头路。Çalışıp kendim ve eşim oraya gitmeyi düşünüyoruz. Eşim de benim yoğun bakım hemşiresi. Tabii Avrupa'da sağlıkçı ihtiyacı da çok fazla. Özellikle bizim branşlarda. 想要离开，因为土耳其医护的工作条件愈来愈歹，土耳其公立病院的医生患者真多，工时长，平均一个月收入$1000，他薪海票32000块起跳，虽然是当地上低薪水的3倍，不过比欧洲部分国家土耳其医生的收入并无好。最近通货膨胀超过83%，生活更加艰苦，结果真多职业医生无想要留，无毕业的医学生也打算要离开。 Ama çok da durmak istediğimi söyleyemem. Hemen okulum bittiği gibi geçmek için uğraşırım. Hatta şöyle söyleyeyim, okulum bitmeden de gitmek isteyebilirim. Çünkü elime bir fırsat geçerse, hani bakarım 1. 2. sınıfta İtalya gibi bir fırsat veya Portekiz gibi bir fırsat geçerse elime gitmek isterim. 想要离开，佮甲医病关系恶化有关系。土耳其最近传出患者对医生有暴力的行为。今年7月，一个凶手认为老母的过身是医生害的，开枪打死一个心脏病专家，互医疗圈拢真惊，佮加深出走的想法。伊斯坦堡医学会都指出，今年前9个月来申請出國職業所需要證明醫生都要2000人。 Hakikaten 2012 yılının neredeyse kaç katı? Ülke genelinde 59 iken bugün 1938'e çıkmış durumda. Bu fact, olgu. 面对医生出走潮，土耳其政府7月将公立病院医生的薪水起4成，希望留住人才。不过成效还未出来。总统埃尔多安顶个月阁批评，想要出国医生只是为了使更较好的车，听更较好的音乐会，才离开。梅苏特就表示，这为让真侪人真消沉甲失望。短期内，医生出走潮恐惊暂时未减少。公视新闻市欢迎报道。 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9度到25度，苗栗到云林对19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0度。 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6度，还有未来3港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同一时间，咱再相会。